继续来看这个阿罗哈客运恐惊要收起来了。讲因为疫情的冲击，再无人客，传出12月13号要甲最后的2条路线嘛停掉，一条是台北到嘉义，一条是台北到高雄。啊，这2条的路线，目前每礼拜有362班，有118个驾驶甲员工的服务。即摆袂走咯，这阵人可能也未过年就要先失业啊，大家是真烦恼、真着急。 也毋过，总是像俗语所讲的“时到时担当”，无米才来煮限制裤汤，也是爱提起着精神，继续来工作。等召开着股东的临时会了后，才知影后一步要安怎来行。甲平时共款，你载人客，也毋过心情特别沉重。 我想说应该会过年后吧，在运输业是那个旺季啊，部分都有建设，心里有建设了，你还是得面对啊。就讲过，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雄雄听到这个消息，唔知要安怎较好。原来后落下客运打算要将2条路线收起来。通知员工讲，公司因为疫情影响了钱，台北高雄、台北嘉义2条路线伫13要停驶，未来嘛陆续公告资遣的消息。 印象蛮好的啦，所以我做了10几年了。过年要失业了，政府其实要出来帮忙。如果是一家之主，好像靠那一份薪水要怎么办呢？不少骑车人听到这个消息了后，嘛讲这真可笑。之前就3条嘛，新竹板桥已经收起来了，疫情期间收掉的。后落下客运总共有67台车，118位驾驶，经营2条国道的路线。台北嘉义每礼拜114班。 台北高雄248班，总共有362班车。若是真正停驶，会协调其他的业者增加班次。这是对内部员工的预告啦。等到12月3号召开股东会议之后，才确定。咁真正像公告所讲的，要停止营运，即马就只能等召开股东的临时会了，才有度确定。 若无后落下客运，除了坐车人较无方便以外，这员工要安怎？即马年过到啊，一想到会无头路，心情真沉重。阿罗